傳承從來唔只係留落去咁簡單，要傳得穩妥，時機同方式最關鍵。太早，下一代可能未夠成熟去承繼；太遲，又怕錯過幫佢發展嘅機會。而方式唔啱，財富嘅價值未必發揮到最好。AXA 安盛勝利2儲蓄保險系列，幫你靈活設定最佳時機，用最適合嘅方式，讓愛與財富穩妥延續到下一代。一齊睇下 Derek 嘅例子。43歲嘅 Derek 同太太一直工作多年，一來希望退休時有穩定嘅積蓄過理想生活，二來得一個3歲嘅女 Alice， 想佢將來生活有保障，所以 Derek 揀咗 AXA 安盛嘅勝利2，一方面累積財富，另一方面令佢嘅財富延續更穩妥。人生充滿變數，如果想後人承接保單，但希望佢夠成熟，有能力管理先接手，就可以用勝利2嘅傳承守護選項。Derek 預先指定囡囡 Alice 做後備持有人及後備被保人，並設定佢最早承繼保單嘅年齡係30歲。呢個選項嘅好處係唔一定要身故先啟動，就算 Derek 因病或意外失去行為能力，變換保單持有人嘅安排都會生效，確保愛與保障無縫傳承，無需經過繁瑣嘅法律程序及面對法庭判決嘅不確定性，擔心萬一出現不幸情況，而 Alice 未達指定年齡承繼保單， Derek 可以指定太太作為暫託人，暫時接管保單。過渡期間， Derek 太太可以按 Derek 預先指定嘅提取上限內提取金額支援生活開支，無需等待法律程序完成。對家人嘅財務支援亦唔會出現真空期，一直到 Alice 達到承繼年齡先正式接手。另一個情況係，如果唔想後人接手保單，而係希望安排一筆有規劃嘅資金去照顧家人日後生活，就可以透過身故保險賠償支付選項。Derek 可以預先設定個別家人收取身故賠償嘅方式同最早派發年齡，例如太太即時以一筆過收取賠償，而 Alice 由25歲開始分5年收取賠償作為生活資金，最後再一次過收取餘下金額。開始派發時間最長可以延後30年，期間未派發嘅金額仲可以賺取利息，持續增值。可以按你家庭嘅情況揀最合適嘅時機同最貼合嘅方式，先可以真正做到無縫傳承。勝利2讓財富穩步增值，同時為你打造全面、穩妥、別具彈性嘅傳承規劃，讓你對家人嘅愛與財富永續流傳。